水嘅风力，因为介热之海，热天热度不论係大陆船，也係時衝地圖，總會看到了到每年風冷冷、次次風力嘅太呢，係講對日頭下是日後，絕對係當過年嘅享受。不過看下過去，除了成年冠苗風力看板，從因動手會看到類似其他地區嘅品牌，咁講咧係風力唯一嘅先出名。你咧砍多嘢，呢度上頻屈。一啲沙嚟多一啲。我半年款其實除了幾年面上前台嘅冠苗，屏東人陸隊提起做對家庭面前，究竟為風力善良動態，未有熱天嘅面上。尤其面前咧貴片冇變冇損嘅風力天，除了維持傳統繼續生產，一下幾多嘅品質，咪都該天天的進步。前當然後世嘅風力，普通對台灣大家都會想到嘅可能係台南冠苗。不過其實除了冠苗之外，台灣前多為所咪都該栽種。一下尤其對陸隊提起，唔但將種嘅面積動態品質咪真好，一下幾多種出嚟嘅填土。可能咪唔會收本冠苗咧，差唔多出提時後，做隻馬就安尼離噴噴，佢像會難做安尼。啊，你冇用迄生長劑荷爾蒙吼，我哋種藝術當年誒，係2-3年攏冇用荷爾蒙。我不常常太了尾吼，佢就全部都用荷爾蒙嘅，一吹落去吼，裡面嘅皮牆啊，地板已經熟嘅，唔係冇國家嘅雜。佢地本用唔會壞嘅，所以講話佢種嘅藥渣荷爾蒙嘅嗬，差唔多嘅出價說明嗬，唔好超過5年，差唔多3年嚟嗬，佢開始會壞嘅。強調唔使用荷爾蒙強迫生長嘅陸隊風力，已經係屏東最重要嘅產業之一。呢下人行栽種大約3800公頃，主要對果樹、內埔、韓國灣灣、衝刺兩位，生產面積係台灣第一。除了4到6年係主要嘅產區，差唔多幾年都做得摘手，喺改良過後嘅品質，甚至還得到歐盟嘅肯定。歐盟認證通過嘅，你知道咩？歐盟認證通過的哈，一定是能銷到歐盟，又比日本還更嚴格，更嚴格啊！故說講食下去做乜好幹不咯？除了甘甜之外，啊，還能講會回甘，整個都吃的就很，而且一聞到。一望你摘下來吼，標3禮拜唔會壞嘅，唔會壞嘅。咁表示講樣嘅，嚇一望你已經品質大，已經果相當好嘅。唔但將好食，陸隊風力因為特別嘅天時老環境。品質風味唔會爛之外，尤其工業地圖天然嘅酵素，做得分解卵白質填修效法，因為糖講有增強抵抗力嘅效果。之前 SARS 期間是初心風力大賣，保每 H1N1 新流感，罕本兩位達100嘅銷售量，增加3成以上。也今年呢啊，大家流行是嘅風力啊，因為嘅之前有 SARS 嘛。SARS 嘅期間啊，我等風力嘛凍好啦，應該有降嘅感冒啊，降嘅有傳染病啊，個流行時啊，風力啊，最近啊有嘅新流感嘛，那大家就上漲人買啊，風力啊。因為風力嘅地部嘅酵素啊，吼，是得增加人嘅人體嘅免疫力啦，吼，故所以下吼，大為風行講買風力試了以後吼，因為 SARS 講唔得到有一種安尼增強免疫力效果吼。啊，一擺因為也有新流感嘅問題哦，你有相當嘅經驗前，因為風力對 SARS 有好處，係咪對新流感有好處吼？故所以也暫時吼，風力也過暢銷啦吼。因為應用嘅酵素，風力變做小條嘅水果，不過享受好東西，當然咪會付出代價。
特摆摘收期间，唔但像爱对台日头下完全冇东西炸嘅天空，将已经熟嘅果实一摘摘下来，行到掠到利蓬蓬嘅往里入顺头，就算逐粒喷喷嘅牛仔褲老熟落去，都会本个爽，真紧系辛苦又危险。一種黃梨吼，最大嘅路一黃梨千萬聰明，我哋睇天橋嘅做些時節，每擺路半夜嘅黃梨呢啦，不管黃梨啊，甚黃梨頭項嘅也係項千度呢，你喺冇作牛仔褲，冇作長袖嘅吼，戴袖套，我被掛那種去拔。因呢會聰明，阿日跳得，所以攏教因嘛呢，種黃梨嘛怪辛苦啦。為到甜美果實，越南糖沒有小心，不過你還係最大問題。看看天調度，你覺得流上出沒真嘅錯，對農民來講，也係很難挑那痛，因為日本見到嘅成本增加程度。像呀，種黃梨呀錯嘅問題喎，錯差唔多一張呀多的一兩個呀，你都必須要綁。一般人如果喺種面積種過大嘅，你都冇才挑，你都一定要搶人。所以这黃梨那个成本，它工資大部分都在这个草方面。上海種出合適嘅黃梨，唔但像當回講，另外南台灣嘅日頭雖然對黃梨嘅生長前好，不過未係考驗農民嘅技術。係講內果自然，頭擺看到需要今年補嘅果子，通體都係從葡萄、水梨掠到果子。不過略對提起，因為日頭強烈，有到果子未需要，尤其從頭擺前少而今年補嘅黃梨，因為佢嘅品種嘅關係，有到比較破嘅，未需要掠補來保護佢，唔好俾日頭曬到強多。呀，黃梨要減呀嘅，我哋是用報紙，一般人有嘅遮陽板，哦。我哋都為咗省成本，我哋都用報紙即個健康，哦，即係都拿安嚟立，一種一種安嚟立，哦。它以迄種無立報，以迄無立報紙，也黃梨會曬到伊都會壞血。17號批個破，降曬日頭，所以我用布嚟帶，哦，啊帶成本啊一地就係幾個人，哦，啊過來呢一規劃呢。一入錯個倉，個倉呢一用塔米就個塔，一塔米嘅成本呢一條就差唔多6公元啦。因為愛防止皮卡坡嘅品種本細上，農民填出愛花很多工錢來保護，不過大家黃梨都愛日口辦來包，實在講都係日隻成本嘅負擔。你在做久的射频里面能不能這個氣泡有沒有氣泡產生？有沒有看到？那氣泡是什麼？那是二氧化碳哦。為了增加收入有廣大成本，略對提起嘅農政單位未開始教大家用辦研發加工，將黃梨嘅利用性盡量發揮。從掠下當本分養嘅黃梨樹到黃梨酒掠到，都係經過加白嘅經驗讓生產出來。利用黃梨去做嘅樣嘅酵素，啊無如醋，也就甚至於黃梨酒，安尼一邊都有加工，也會部分是因為我來提高啦，因為單位面積農民嘅收入，唔係講像利用也會賣鮮果去做一個收入嘅來源，啊，還有按其他呢講附屬嘅加工品啊，也使得提高安尼啊，種黃梨農民嘅一個收入。唔單像咁樣，普通消費者都唔好食嘅黃梨心，對農民嘅手行都做得變化出前瞻嘅適量飲料。呀，黃梨又唔單像人下愛食，呀黃梨心嘛唔會打傷血，因為呀黃梨心嘅酵素過多，呀黃梨心嘅用途嘛過好，可以煮嘢黃梨茶啊，可以從呀熱條安泰啊，可以幫大家呢酵素。工業香甜，經過加工又做得變化出前多產品，也就本人好奇。做乜嘅按多年來，市場上總係其他人士嘅黃梨較出名，和品質到數量都唔係攬嘅綠對黃梨，什麼得到相對嘅知名度，到底係乜嘅原因咯？早期都會全部種黃梨，不過伊種嘅黃梨唔係透過一個行銷嘅一個鮮果嘅部分，
吼一些交俾王力公司做王力罐头做出口的罐头，吼，故说一般唔咩本人安尼讲，安尼马虾王力啦，吼，安尼鲜食的王力，故说都较无名。原来早期因为生产量太大，乡亲嘅王力差唔多都那本工厂做罐头，尤其上片度两件围菜内部乡，对日本时代就开始做王力加工嘅球推房工厂。虽然已经放脱20年，不过单枪是看佢嘅规模，就做得证明，这样是两片出产嘅王力系有极好嘅钢筋。历史总算已经过去了，罐头工厂既然每个声音面对现代人爱惜刺刺、冇农药嘅王力，乐队也系规则偏动提起，对自家嘅农产品有按样板去重新添味呢。先要促销，品尝促销，要如所谓共同营销，听见了都网络行销，假是打出一个名了以后，当然他可能不想会买呀，可以间接入网络行销，我们用网站。来行销出去，他们打开网站又你不往里有，当然收入多好嘛，也真是品牌最重要啦。打出自家嘅菜体品牌，系乐队王力立下自己目标。另外，对通路方面，为到5本铁道嘅产量让向驾驶，记得未将其中模式控态，散漫航向国际化。协议，如果接到订单以后去种，都等于当安尼讲一种制作的方式啦，像今日呢，所有外销出去的王力，台湾差唔多有600吨啦，300吨都安尼偏动出去，係嗰種安尼目前的外銷要到日本，要到中國，要去日本、韓國，攏要對偏動出唔會銷嘅王力。有丰富高速嘅王力，唔但將應用之後，對空氣未牽到好處。全國栽種面積最大嘅品種，都點點生產半世紀以後，一下唔但將為技術研發加工產品，樣板打出次王力品牌，創造很多嘅價值，咪係記到撒下來最重要嘅條路。